再来看台积电自深的副总罗威林最近去美国的英特尔上班哦，也毋过有风声讲伊退休进前，亲像有早一寡2奈米顶先进制定的商业机密。经济部长金明欣今仔表示讲，这事牵涉到国安议题、产业的利益甲厂商的损失。即马高检署嘛主动分他立案来侦办。要做台积电技术研发重要职务，资深副总罗威仁顶一日转做美国晶片大厂英特尔重要的职务。传出伊伫退休进前，若像家2奈米、A16、A14等先进制定的技术，才会用业秘密炸走。台积电敢是发生涉密案，引起讨论。经济部长姜明欣19去立法院质询，立委关心经济部长后的情形。姜明欣讲，这个代志涉及国安的议题，甲整体产业利益，还有厂商损失的情形。有可能会涉及到国安法，这是国家先进制程，这个是非常核心的这些制程哈。这个有3个层面的哈，来探讨了哈。第一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国家安全层次的问题哈。国安层次来讲的话，我们要确定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危害到国家的利益跟安全嘛？立委问姜明欣敢是有熟悉罗威仁，还有台积电高层退休了后，就随转去竞争对手遐上班，是安怎会有在发生？有跟他深谈过吗？有交换过什么意见吗？董事的时候，那当然有做过一些说明了哈。那你认为这个人的人品如何？你客观判断。对，当初觉得还不错的。当初觉得还不错，那现在是不是觉得判断错误了？有点意料之外。针对台积电敢是发生涉密案件，姜明欣讲，什么资料互炸走，由台积电来认定。现若经济部会去认定去互炸走的相关技术，敢是有符合国家关键技术？现若去互炸走的是啥物物件？这是属于台积电的营业秘密，经济部无方便说明。台积电若是要提告，经济部会提供协助。伫司法委员会，立委嘛问法务部长陈炳谦，伊强调讲，高检署的地裁分署已经主动分他立案，会搜证甲理清敢是有涉及违反营业秘密法甲国安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